马帮主要由马锅头、马瘸子、齐头等人组成。马锅头就是一队马帮的首领，是马帮运输的核心人物。一队马帮由他负责各种采买分销、联系业务，甚至在野外开烧吃饭都由马锅头掌勺分饭分菜。马锅头经验丰富，懂得各行各业的行规礼俗，神通广大，能够应付和及时处理马帮长途运输中随时出现的各种问题。马瘸子就是赶马人，是马锅头雇佣的小工，他必须听从马锅头的指挥。在比较大的马帮中，除了马锅头和马瘸子，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人员。马帮二锅头一人专门负责账务，是马锅头的助理；伙头一人专门管理沿途的伙食，同时负责马帮内部的奖惩事务。哨头2至6人不等，其任务是负责马帮的安全及保镖和押运。齐头一人是懂得人畜各种疾病治疗的随队医生。在这个神秘的群体中，有规矩，有禁忌。俗话说行船走马3分命，此话乍一听有些毛骨悚然，但也表明马帮生涯的艰辛险恶。产生禁忌，这已就不难理解了。在古道上是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，用清幽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，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，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经贸之路。在雪域高原奔波谋生的特殊经历，造就了他们讲信用、重义气的性格和能力。他们既是冒着经商的生意人，也是开辟